佢宣稱佢哋呢班入咗籍嘅中共代理人、大外宣、好大隻閪，即係地位超然於我哋呢班攞難民居留嘅人。我份人又比較好奇，我又想知，我今日將佢哋擺上網、擺上海報、擺上傳單，將佢哋擺上台、擺上荷蘭情報與國家安全總局 IFD 嗰張辦公台，咁你哋又可以對我做啲乜嘢呢？你可以點吹得我脹咩？荷蘭大概有一半嘅華人係講廣東話嘅粵港澳華僑華裔，淨係得黃錦雄一個營茶作父去做浙江統戰部，培養嗰班統戰狗做宣傳，咩叫做自然？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新年好，祝大家恭喜發財，萬事如意。我哋今日過嘅係農曆新年，係佢哋嗰班中共嬲鬆過嘅所謂春節，春聲聽落上面。我係飛龍，一名流亡荷蘭嘅廣東政治犯。我係今日集會活動嘅策劃人，即係組織。所以你班中共國安國保就到處打聽，今日呢場大戲，呢場大龍鳳係我搞嘅，錢亦都係我自己一個人出。教姜你都交我撲街，同時我都係荷蘭反共之聲嘅負責人。點解我要組織今日嘅集會？就喺3日前。亦即係2月11日，詹姆斯頓基金會發布咗一篇重磅文章，駕馭民眾繪製民主國家嘅海外統戰工作圖譜。呢篇文章深刻揭露咗中共喺民主國家部署嘅龐大統戰網絡。單純喺美國、加拿大、德國同英國呢4個國家，就分佈咗超過2000個中共統戰組織，呢個事實嚴重威脅咗普世價值，更直接威脅到海外人嘅自由同埋安全。1月17日，捷克當局拘留咗一名涉嫌與中國政府機構合作嘅男子。呢名被捕嫌疑人係多名駐布拉格嘅特派記者楊毅明。捷克安全部門指控佢試圖喺布拉格嘅政治人物嗰度獲取情報。1月30日，法國巴黎檢察官辦公室表示，拘捕咗4個人，其中包括2名中國公民，涉嫌為中共從事非法間諜活動。中共稱呢啲人試圖利用設備截獲敏感嘅衛星信號，並收集法國政府軍事相關機構嘅信息，以傳中國。2月9日，美國司法部宣布，孫耀寧因非法冒充中國政府代理人，被判處48個月嘅聯邦監禁。法院文件指出，佢喺加州擔任地方政客競選經理期間，為中國政府提供敏感活動報告，並向中共官員申請資金以支持親中共宣傳活動。2月11日，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同澳洲安全情報組織宣布，以外國干預罪名起訴2名中國籍人士。當局稱兩人涉嫌喺坎培拉秘密收集佛教團體嘅信息，據稱係接受嚟自中國公安部嘅指令。所以今日我哋就企喺呢度，喺海牙市政廳嘅門前，向大家揭露中共喺荷蘭嘅部分統戰代理人同埋大外宣機構。我列舉3個典型。第一個典型，蔡勇。蔡勇1968年出生於文成縣大河鎮大湖村，佢曾任荷蘭文成同鄉會副會長，現任該會高級顧問，同時佢身兼數職，包括女河華僑總會高級顧問、女河林保總會高級顧問、荷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以及荷蘭華人樹店總會榮譽會長。2019年9月8日，
一網荷蘭發布咗一篇改革不歸田，身在路邊心在看，荷蘭華人退伍軍人組織崛起嘅文章。呢篇報道記錄咗十幾名女航退伍解放軍參加中國駐外領館每年嘅8·1建軍慶祝活動。蔡勇喺報道中目前已經喺荷蘭嘅退伍軍人有30幾人，而且都正值壯年。如果計埋軍屬，人數仲加多。佢強調，老兵們雖然脱下軍裝，但喺國際形勢複雜當下，身在國外嘅中國退伍軍人更應該改革不歸田，發揮佢哋嘅力量。我不禁問：呢30幾名退伍解放軍喺荷蘭究竟要發揮點樣嘅力量？2023年1月17日，民成院僑聯發布咗民成僑聯60週年人物訪談，第45期採訪咗蔡勇，主題係退伍不退色，自強顯本色。蔡勇喺訪談中公開肯定並擁護縣委縣政府同統治部門嘅正確領導。2023年11月，蔡勇以 ALP 荷蘭計劃黨顧問嘅身份參與咗荷蘭下議院選舉。與此同時，該黨被捕從中共統治部門關聯嘅荷蘭華人組織收到咗超過4.1萬歐元嘅所謂捐款。2024年2月24日，蔡勇作為荷蘭全荷慶祝春節活動嘅總指揮，安排一群漢族小朋友穿着維吾爾兒童嘅服飾喺海牙市政廳跳舞，企圖以此掩蓋中共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嘅殘酷現實。2025年1月28日，喺鹿特丹南廣場劇院嘅春節慶祝活動中，作為活動安保嘅副部長蔡勇戴住紅圍巾喺出邊公然拍攝門口嘅示威者，現場更有其他僑領恐嚇示威者講：你哋永遠翻唔到中國。面對 NRC 新鹿特丹商報記者嘅質問，蔡勇謊稱自己喺出邊食煙，所以過去睇咗睇，矢口否認拍攝示威者，並拒絕咗記者嘅進一步採訪。緊接住喺2025年2月8日至11日，蔡勇以民成院列席政協委員嘅身份參加咗民成院第17屆第4次會議同埋政協10屆4次會議。佢提交咗一份議案，建議運用人體基因技術、相關證明等現代傳統手段，解決早期境內外身份不一致而無法喺主席國落戶嘅問題，聲稱係為咗保障當事人喺回國後工作、創業、居留、房產等方面合法權益，促進社會穩定。但係呢個提案嘅真正意圖係咩呢？講白咗就係為咗解決嗰啲以前用假身份、假資料騙取荷蘭居留權同埋國籍嘅民籍人，因為身份信息同埋國內不一致而產生嘅種種不便。蔡勇嘅惡行不僅於此，佢不僅僅喺鹿特丹南廣場劇院門口拍攝示威者，仲喺2025年6月1日跑到阿姆斯特丹嘅水壩廣場拍攝6·4悼念嘅示威者。綜合蔡勇嘅身份背景同埋佢嘅種種所作所為，我可以好肯定咁講，蔡勇就係中共喺荷蘭嘅代理人，佢係執行跨境鎮壓，而人士對荷蘭進行政治滲透同埋文化滲透嘅馬前卒。第二個典型，黃錦雄祖籍中國廣東省江門市開平，畢業於廣州師範學院中文系，曾任廣州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因涉入1989年廣州學運。次年佢拋下年僅4歲嘅兒子黃蕭飛同埋妻子避走荷蘭。1994年佢應聘進入荷蘭公共廣播組織 NPS 嘅荷華傳真華語節目組，擔任製作人同主播。2008年佢開始擔任《星島日報》歐洲版駐荷比路記者以及中荷商報主編。2015年，黃錦雄創辦荷蘭一網並辭任總裁總編輯。荷蘭一網係世界華人媒體合作聯盟嘅成員，而該聯盟係由中國統戰部
直屬單位中國新聞社發起。黃錦雄多次受邀由統戰部主導嘅世界華文媒體論壇，佢嘅媒體喺中新社嘅評比長期名列前茅，呢個足以證明佢完全服務於中共嘅宣傳口徑。佢嘅媒體長期為中國駐荷蘭大使館以及親共朝領提供宣傳平台。前面提到嗰篇鼓吹改革不歸田新造編新造項嘅文章，正係出於此人之手。更令人發指嘅係，2023年佢喺阿姆斯特丹水畫廣場公開辱罵我當時喺水畫廣場舉住光時旗，佢公開辱罵我漢奸賣國賊，甚至豎中指。就喺上個禮拜，美國華裔上個禮拜，美國華裔劉美代表美國贏得咗2026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花樣滑冰團體賽比賽嘅冠軍。佢嘅父親劉振國亦都係廣州8·9運動嘅參與者，當時係中山大學外語系碩士研究生，曾任廣州高校學生支持聯合會主席。6·4屠殺發生之後，劉振國遭到追捕，幸得香港黃雀運動嘅幫助，潛逃至香港，並於1989年以政治難民嘅身份抵達美國洛杉磯。劉美儀曾被北京列為歸化人才目標，但係面對誘惑，劉振國堅決予以回絕。同樣係1989年廣州學運而逃亡海外，一個堂堂正正做人，一個就淪為中國共產黨嘅走狗，一個堅持參加中共領事館門口嘅示威，依然參與6·4悼念活動，另一個人就淪為中共嘅大外宣。荷蘭大概有一半嘅華人係講廣東話嘅粵港澳華僑華裔，淨係得黃錦雄一個認賊作父，去做浙江統戰部，培養嗰班統戰狗做宣傳，咩做字，就算講廣東話嘅肯認共產黨做老豆，共產黨係從來冇當你係仔。中共嘅統治下，維穩經費第一嘅係維吾爾地區，第二就係我哋廣東。所謂嘅廣東領導班子，冇一個係廣東人。廣州市市長都唔係廣州人，唔係廣東人。廣東有個詞語叫做本地撈，係咩意思？土生土長嘅廣東年輕人，但係只會講撈話。呢個就係中共殖民廣東推行嘅推普廢員政策導致嘅結果。2010年之後出生嘅廣東人，幾乎係唔識講自己嘅母語，唔單係廣東話，係包括其他客家話或者潮汕話，淨係識講嗰個普通話同埋聽個普通話。我喺中學嘅時候學過一篇課文，最後一課個背景係普法戰爭，法國失敗之後被逼割讓阿爾薩斯同埋洛諾。小説中嘅課文中嘅法語老師懷住沉重嘅心情，同學生上最後一堂法語課。之後班小朋友就要喺德國嘅壓迫之下開始學習德語。我想講我讀小學嘅時候，老師上課用嘅係白話廣東話。今時今日喺廣東，連幼兒園都必須要講普通話。我就係嗰個上咗最後一課嘅廣東人。呢個就係廣東被中共殖民統治嘅現狀。請嗰啲認賊作父嘅廣東人摸下自己嘅良心。以前荷蘭嘅中文學校用嘅係香港嘅教材教廣東話，而家用嘅係浙江統戰部喺荷蘭嘅代理人嘅統戰狗編寫嘅普通話教材。接下來第三個典型係黃若琪 Rocky Wong。黃若琪係幼年隨其母親婚姻擔保移民荷蘭，普通話叫做拖油瓶，我哋鄉下叫做大閨女。佢曾經係中河商報銷售經理、河洛網編輯。中河商報同樣係中共統戰部直屬單位中國新聞社發起世界華文媒體合作聯盟嘅成員。根據該聯盟網站嘅介紹，中河商報係由中國駐荷蘭大使館批准與支持嘅媒體。黃若琪用一個荷蘭自由民主陣線嘅推特帳號，長期為蔡勇、周偉忠等親共僑領洗白，甚至為中共海外110警察站洗地。佢以佢介乎係民運成員光大義嘅名義，喺網絡上大肆搜集異見人士嘅信息，
組織網絡暴力，使用惡毒語言同謠言攻擊維吾爾社區同埋其他異見人士。過去1年幾，呢隻癲雞不斷咁樣對我造謠抹黑，佢以為咁樣就可以阻止到我，其實冇用。佢宣稱佢哋呢班入咗籍嘅中共代理人，大外宣好大隻閪，即係地位超然於我哋呢班攞紅難民居留嘅人。我份人又比較好奇，我又想知，我今日將佢哋擺上網、擺上海報、擺上傳單，將佢哋擺上台、擺上荷蘭情報與國家安全總局 IFD 嗰張辦公台，咁你哋又可以對我做啲乜嘢呢？你可以點吹得我脹咩？呢啲人身為荷蘭公民，但係違反咗入籍宣誓時做嘅承諾，咁多中共代理人去破壞荷蘭嘅民主自由制度，佢哋食住荷蘭嘅飯，倒荷蘭嘅米。今日我就要將佢哋嘅醜惡言公之於眾。呢啲人享受民主國家嘅福利同權利，但係就呼籲其他人去擁護中共獨裁政權。呢啲人圍到流亡，圍到山吹。中共嘅走狗，你攬翻中國；習近平嘅走狗，你哋攬翻中國。呢班河奸賣國賊，攬咗荷蘭。